城门啊，也起你的头，永远的门啊，恁就受苦气。阳光的王要进，这个阳光的王是一锤，就是大配力、大关联的摇花，伊搞这大关联的摇花。城门啊，也起恁的头，永远的门啊，恁也着也起。阳光的王要进，这个阳光的王是一锤，万分的摇花，伊是阳光的王。这时，咱做伙来唱圣诗第69首，我的心神必定唱歌，请起立，吟传唱。台湾的阿爸伯上帝，这时，阮感谢主，互阮众兄弟姊妹有缘会当伫主日的时，会当组织
敬拜。而即时，求主，互阮每一位拢有较无心，以主日的时来领受上帝的话。虽然阮知即摆世界流源战乱、疫情、世事混乱，对未来的情况我嘛无清楚。毋过，阮知伊透过你的话，互阮知，阮毋免惊，做阮徛在安静来看，上帝伊要行事。我们看耶和华伫今仔日为阮要来行大拯救，互阮知，也互众人会当知，因为你是疼阮的万军的耶和华上帝，你是阳光的白，有关灵有大贵人，这是阮众人要耶和华来看阮的上帝，也要。互阮伫社区的人透过阮的信心，会互众人会当看到万军的耶和华的阳光，来进入阮所徛在的社区、阮的城市。而即时，阮众人会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愿你的名，你的领导。也是这样，你被主的意，换来是让我下面我的光，先是换下来的换，我一传上你，我对我换的爱，因为我换的也跟恭喜说，到来的阿门。圣经记载出埃及记54章50节到58节，出埃及记4章50节，就是我来念出来。法老困我的时，以色列人夜暗看见埃及人入我来，真惊，高叫耶和华。因对摩西讲：点是埃及无同地，你才带阮出来死旷野吗？你啥事安尼款待阮，带阮出埃及啊？阮伫埃及，也无对你安尼讲，无咧杀阮，出在阮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较值死旷野。摩西对百姓讲：毋免惊，做恁家己，看耶和华今仔日为着恁所要行的心，因为恁今仔日所看见的埃及人，的确永远无不看。耶和华要为恁交战，做恁点点，无做声。耶和华对摩西讲：你啥事后叫我？你着甲以色列人正经去，你也乖啊，伸手指海，来分归伊。以色列人要伫海中行大地，我要互埃及人的心硬，因要着，我要伫法老甲伊的全军、伊的车、伊的马兵来得到荣光。我伫法老甲伊的车、伊的马兵得到荣光的时，埃及人
主宰我是耶和华。这时，要来请圣歌队员来合作。因合作的诗歌是准我的八字。感谢新华队有时花，把咱的敬
敬拜。即时要来请本堂的牧师要来讲道，要讲道的题目是摩西过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会当透过诗歌，而且来学了敬拜咱的上帝，嘛会当透过今日圣乐队所预备这首诗歌，来说明一件代志以色列百姓因伫埃及的过程中间，400年久的时间，因安怎样经历迄个困难的时期，是讲较可惜，因到最后。当然，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透过摩西的带领，伫遐因的领导者，要过红海，出埃及，进入到上帝所应允的所在。伫即个要应允的所在，因还佫伫旷野40年久的时间，最后才进入即个上帝所应允的迦南地。即段的时间。虽讲咱伫现在看，遮个历史的过程，虽讲有一条仔久的时间，总是伫上帝的眼光来看，1000年敢若亲像一日，就敢若亲像咱一工就会当将出埃及记甲看好了共款。所以会当来回想，咱甲上帝的关系是啥物？你甲上帝的关系是啥物？我甲上帝的关系是啥物？咱就时常亲像。遮以色列百姓共款，伫咱的生活顶悬，咱是毋是会当有回应上帝听的时刻？即个兄弟姊妹服侍，就是回应上帝听上好的时刻。即嘛，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会当透过今仔日咱一个要分享的过程，咱来思考，伫你的生活内面，你安怎用伫教会内面的生活、家庭内面的生活、社会的生活，会当串联起来。愿主来赐福帮助咱。要开始进前，希望请咱三个按头来祈祷。听阮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保守阮每一位兄弟姊妹。虽讲疫情有缘危险，总是祝你坚固阮的信心，帮助阮会当伫疫情的中间有缘来到上帝你的殿院。阮无论伫线顶，无论伫现场，阮伫遮做伙来敬拜阿罗主，陪伴好势阮的心来行旨。过来的日子，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透过今仔日这段上帝你启示阮的经节，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来看待阮伫教会、伫社会、伫家庭内面的事奉。愿一切荣耀归予主，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咱看出来第24章第10节到18节，其实会当咱延伸来看第5节到31节，咱也会当对比出来第14章来看，咱就会当搁较清楚知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紧较短一点会经节第10节到18节，咱兄弟姊妹做阵伫遮来分享来思考一件代志。摩西过红海。摩西过红海就是差不多一个距离这个距离就差不多应该是根据这个考察差不多是应该是台湾头甲台中的这个距离台湾头甲嘉南甲台中的这个距离因过红海的迄个距离，所以咱会当想象咱会当想象迄个距离其实来对以色列百姓来讲因。要用遮么久的时间过去红海，有可能无？若根据科学的研究，应该是无可能的事。所以上帝伫即件代志顶悬有真大的心结来帮助咱。所以这是咱咧讲的超自然所以咱人无法度去测度迄个超自然的即个现象。咱敢若会当去体会了解，讲这是上帝伊的业力内面。包括咱的一生也是共款，你想看觅，为虾米你会伫咧南口，伫咱的南口的所在，伫遮行去？无对较你会想起你的故乡，伫故乡的时阵，过来去其他的所在，过来到南口，
过来要甲你倒位唔知影，总是咱伫南口的一段时间，咱就会当发现，当然咱有在地南口的兄弟姊妹，伊一出世就伫咧南口，但是上帝会点你引出看领，其实咱唔知影。所以其实是基督徒，咱正许基督徒一个人一生，咱常常咧想思考一件代志，我的未来，我的将来要安怎？当然，咱咧思考将来要安怎的时阵嘛，恳求上帝帮助咱，会当伫将来要安怎的过程中，咱启示咱教示咱，教育咱。所以，咱伫信仰的团体内面，真重要一件代志，就是咱要安怎超出上帝对咱的即个业力，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咱共同，譬如讲，咱教会或者宣教的目标，就是咱要成做社区的好朋友嘛，社区的宣教，毋若是干那关伫咧即个咱的教会内面，所以咱看咱的会堂小可做调整改建，每一个兄弟姊妹牧师伫咧前几礼拜嘛有分享，暗时仔来佫较水，咱会拢有拍电话伫遐，咱的即个小会有在考虑讲是毋是咱开始来开放，将迄个大门24点钟拢小可拍开。互咱的遮个百姓会当进入即个会堂内面，伫遮来休困，伫遮来乘凉也好，伫遮来思考，来参观来看。当然，即有技术上诶，即个爱克服的，总是咱都会当来思考，当遮个会堂甚至是咱迄个围墙要安怎样甲处理掉，用好佫较水。咱咧做社区的遮个事工，对硬体开始。咱伫遮做调整，甚至是去拼，咱隔壁厝边去拼，伊嘛答应咱，讲无要紧，恁要画啥物拢无问题，要画图起哩，互咱的南口，咱的教会成做一个打卡的景点。兄弟姊妹，这拢是外在这拢是外在的过程。咱看到伫外在的过程中间，咱要安怎样对伫咱的内在信仰真重要，信仰的。即个咱扎根，会当搁较互主来使用。摩西过红海，这是以色列百姓因伫埃及的所在徛起，到一个程度，其实因真好遐，其实因真富裕，因心内面心灵其实嘛袂遐尼爽香。因嘛知影有一个上帝在甲因带领引带，遮尔舒适的环境。总是上帝透过摩西，甲遮个以色列百姓讲，上帝要搁应允咱一个留年甲蜜的土地，当然咱伫埃及虽讲生活真舒适富裕，总是安怎？这毋是咱永远徛起的所在，因为上帝有备办一个搁较水的所在。咱若将即段的故事复展出来，咱就会发现一件事。现在兄弟姊妹，这件事是啥？你的一生就敢若亲像咱定定伫埃及的所在，咱要安怎用出埃及？这是上帝所赏赐留年甲蜜的所在。我主来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这是真重要。互咱伫信仰，今仔日咱看到信仰的时刻。讲到摩西过红海，我相信兄弟姊妹，咱拢捌听过主日学的老师甲咱遮个小朋友咧分享，所以有一个老母亲问一个囡仔，伊上主日学了后，伊真欢喜、真快乐，当伊到厝内面，妈妈伫遐甲伊讲，甲问即个囡仔，问即个囡仔，问即个囡仔。讲老师今仔日讲啥物故事安尼？囡仔讲，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过红海安尼。妈妈就问伊讲，是安怎过红海？即个囡仔讲，因到红海边看到埃及的军队捉来母亲妈妈讲，捉来安怎？囡仔停一下，就伫遐讲摩西对口袋摕出一支大哥大。伫遐开始联络一下，过一点飞来一阵 F-16飞机将埃及的军队消灭了。伊讲真欢喜啊！我妈妈说3条线，
就问讲安尼后来因安怎过红海？因安怎过红海？伊若讲摩西吼，佫摕大哥大伫遐联络啦，后来吼有真侪军舰吼，来甲伊载过去安尼。妈妈讲老师是安尼讲诶吼。伊讲妈妈毋是啦，迄是我家己想出来诶啦，我家己想出来。妈妈讲哦，安尼还好吼，毋是老师讲诶吼，还好。亲爱兄弟姊妹，以色列人过红海，互即个囡仔讲啊正，讲得很动听，对不对？讲到安尼有影无影安尼吼，其实过红海毋若是伫即个过程，咱看真侪，咱若伫网络搜寻，一日拍摩西过红海，有真侪类似即款的图片，咱都会当看到。咱会想象，当然，圣经顶悬嘛有描述，但是无有遮尔，咱会看即个图，即想象遮尔。甚至是嘛捌拍过电影，对不对？摩西过红海的迄个电影，迄个海开开，以色列百姓伫迄个过程中间，一步一脚印咧经过迄个红海，因为红海的过程，埃及的军队伫后面咧掠，差不多到一半，差不多到要甲对岸的时阵，迄个海安怎要拔起来，哇！即个埃及的军队就互即个海安怎吞没。所以，其实亲爱兄弟姊妹，这是咱思考伫咱信仰的过程中间，咱时常就爱经过迄个红海的过程中间，定定需要有真侪的思考。迄个思考是啥？敢真正我有即个勇气要过红海？我相信伫迄个当当时，以色列百姓因要过红海的过程，因除了啥？除了丢除，除了烦恼，除了无信心，总是最后因游玩学习一件代志。无得较是人拖人经过迄个红海，无得较是伊家己真勇敢经过迄个红海。伫你的人生生命内面，你是毋是会当真勇敢来经过伊每一道无相款危急时的红海？伫你的生命内面，这是真重要一件事。亲爱兄弟姊妹，若说书无有上帝的业力引带带领，若说书咱甲上帝迄个关系无有死正，咱甲上帝的关系是清清彩彩，也是讲咱对你上帝有无啥了解，但是讲大概都是安尼。我相信咱无法度伫信仰的体会甲经历，来经历到上帝是佫真佫活的上帝。咱看到摩西伊伫信仰的历程中间，伊嘛是共款，渐渐伊体会经历到上帝就是伊的上帝，上帝就是因的先祖的上帝，上帝就是啥带领伊经历出红海、过红海的即个过程的上帝。所以，对伫今仔即段经文内面，摩西是在服侍一群以色列百姓。摩西服侍以色列百姓的过程中间，伊咧安怎样带领遮个以色列百姓过红海？伊咧安怎样带领遮个以色列百姓进入迄个迦南地？当然要进入迦南地进前，因暂时跳困伫咧旷野。42久的时间，咱知影，看出埃及记到最后，摩西因即代并无有安怎，并无有真正进入迄个迦南地内面。反倒转是啥？反倒转是因的遮下一代进入即个迦南地内面。所以，咱会当思考遮个代志，摩西咧。服侍以色列百姓的过程，伊受苦了，就敢若亲像咱共款，每一位兄弟姊妹，咱受苦了，伫遮诚做上帝国的囝儿，伫遮诚做兄弟姊妹，咱开始爱做一件事，也就是咱爱有一个服侍咱的乡亲的态度。咱要安怎样服侍乡亲的态度？当然，咱过来明年都有做的训练会。咱讲装备啦，装备，咱小可甲家己会当做调整，装备好势，
伫即个过程中间，咱哪学、哪学习、哪做，这是一件过红海的过程。牧师真期待嘛，一段人咱拢会当做伙来过红海。咱看到人口的所在，人口一直在增加，教会数嘛一直在增加，已经超过20间教会，大小间教会伫遮来建立，人口12万人伫遮来建立，侪人口基督徒的人数，全台湾人口基督徒的比例人数嘛是真第一名的，同悬的。伫遮尔多的兄弟姊妹，咱做伙同心一意，要来希望福音的过程中间，咱透过拄好会当透过今仔日咱所思考的遮个摩西带以色列百姓过红海的过程中间，咱看到摩西伊安怎样来侍奉，咱看到摩西伊安怎样真稳定落来。其实我相信伊的心内面嘛逼逼出来，但是我靠上帝要安怎样真稳定落来服侍。遮以色列百姓伫咧迄个因要过红海的前后的过程，就敢若亲像你准备好啊未？即两兄弟姊妹，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无得讲拢是代表摩西的角色。咱要安怎样带领你的家庭、你的公司、你的事业、你的后面有上帝，有即个信仰伫即个内面，会当发展起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所以头一点要甲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的就是。摩西的侍奉的精神，咱来学习迄个侍奉的精神、侍奉的态度，毋是咱来遮做礼拜，来听牧师讲道当然咱可能会打分数，咱可能会做真侪无共款，听的，因为感谢上帝，咱教会佫真好，特别会当邀请无共款的牧师来到咱的中间，直接来分享。每一个牧师拢有无共款伊咧讲道的方式、方法、态度，各方面咱。而且来听，会当互咱的视野佫较开阔。伫即个过程中间，咱就看到迄个摩西伊安怎样透过伊的侍奉遮以色列百姓，伊准备好啊，伊等待，伊准备上帝一呼调伊嘛伊当然伊有拒绝，但是伊哪拒绝，伊就哪祈祷。哪安静，哪在思考，就敢每一位兄弟姊妹共款。我咧过来要邀请咱兄弟姊妹，咱每一家户来做招待。邀请到你的时阵，一年一摆嘛，你是毋是愿意？还是我愿意？我拢毋捌，拢袂晓，毋通用袂晓来提示。亲爱的兄弟姊妹，咱先来看摩西侍奉的这个精神，伊无斤斤计较，伊无安怎？伊无讲，这我袂晓，这我袂使。有一遍参加即个圣经学院的毕业典礼，迄个院长伊当当时免咧兄弟姊妹时阵讲一个故事，遮学生免讲一个故事，讲即个一只无人机载三个人啦吼，载一个政客，迄个即个选举的政客，即个佫一个牧师，佫一个童子军3个人安尼。无人机咧飞的时阵，迄个机长发现讲引擎有问题啊，一直无法度伫遐来排除。迄个要选举的政客啦咱甲讲政客啦对顶悬的人讲，即马引擎顶悬即发生即个问题机场啦讲，机长对乘客讲引擎有出问题为着即个要逃命无拍算咱顶悬敢若只有3副的降落伞，我安尼要安怎？咱顶悬有4个人，但是敢若3副降落伞。我为着机上的安全我必须爱留落来1副遐，剩2副，恁爱有1个人爱牺牲呢。恁家己来决定啥人爱牺牲。但是迄个政客就开始就先讲我是为人民来服务的，所以我阁有真侪代志还未办理好势，我袂当死。讲了后就掠一个降落伞跳落去我即摆剩1个，阁有2个人要安怎分？咱即个牧师就听出来，讲我是一个牧师，我相信上帝会帮助我，所以上帝爱我转去上帝遐嘛无要紧，我伫遐来学习顺服好我愿意将即个机会，即个童子军咱即个童子军就甲牧师讲，牧师安啦。迄个政客拄则摕的是我的卡网背包啦，
迄个毋是降落伞了呢。所以咱三个人拢会当通用。亲爱兄弟姊妹，当然，这个故事小可有笑话，但是真深会当互咱思考一件代志。有倒时啊，咱着时常着敢若亲像迄个政客共款。为虾米呢？咱伫教会内面做的事奉，咱无得个开始会安怎？会要毋是抢呢？是安怎？是提示呢？有倒时啊，咱的提示连同简单的，互西人看起来嘛会提示。因为安怎？因为咱还未准备好，因为安尼咱要过迄个红海的过程中间，咱知影有一个老年甲蜜的所在，咱知影一个更较水的家乡，咱知影一个啥？一个咱需要伫世间劳苦的年节，伫遐有做的花练，做的锻炼，做的训练，为着要安怎？为着要传福音的缘故，咱需要做的装备，但是咱却无要安尼来做，咱却安怎？计较咱的生活，直到安怎？直到时间过去，1万年久，哇，年长啊，做伙啦，无法度啊！亲爱兄弟姊妹，真正有倒时啊吼，咱来看若是咱教会，咱整个台湾教会的教会史的发展过程中间，较可惜吼。咱台湾基督教会伫即个时阵，当然面临着真侪的挑战。这挑战有倒时啊是制度所影响，这挑战有倒时啊是因为权所影响。咱会当看即几届的即个咱的总会在选举的过程中间，也是讲咱侪这有关的事业单位，一直不断有侪无共款的代志在发生。而且是因为安怎？当然，我做一个牧师嘛，伫遐咧做思考甲反省。咱时常伫服侍的过程中间，无愿意屈价。咱时常伫服侍的过程中间，无愿意安怎？无愿意先做同简单的、同会当通做的，慢慢来训练、锻炼，成做一个全备受装备的。弟兄姐妹，主来使用，咱来想，主来使用。亲爱的兄弟姊妹，摩西侍奉的精神，摩西侍奉的态度，伊带领出即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伊真正是伫迄个训练的过程中间，伊完全的奉献甲服务，毋是为着名，毋是为着地位，所以伫咧带领这个以色列百姓的时阵。伫今仔日咱看到经文内面会看到摩西，这以色列百姓因无理取闹，是毋是？因伫遐有做的埋怨。有阵时我想，我若是摩西，我可能挡袂牢。我可能我辞职了，不干了。上帝啊，我真正不干了，因为安怎？因为拢袂听话，拢袂学习迄个顺服，拢无有啥服侍的精神、服侍的态度。有可能就甲百姓伫遐来冤家。甲百姓伫遐来计较，总是摩西无，伊吞忍，伊思考，伊安静，伫遐，伊有迄个服侍兄弟的精神，服侍这以色列百姓的精神，无看人，无看环境，凡事为着上帝，为着人，伫遐。当然，伊做有着伫咧迄个埋怨甲计较的时阵，伊永远会当安怎？永远会当安静伊的心。亲爱兄弟姊妹，基督徒伫服侍顶悬，其实咱即初步都是爱有即款的精神甲态度。我以前服侍的教会主任牧师嘛，甲我勉励一件代志，伊讲，咱咧服侍吼，神经线爱放较大条的，凡事咧想甲人莫有真侪的计较，安尼就慢慢做，安静做，静静做，点点做，伫遐来斗相共。这个领导者，这个兄弟姊妹，咱做阵伫遮来做，安尼才会久长，服侍才会久长。你若无安尼，可能以后就有会神经衰弱，会神经衰弱。所以只要咱甘心乐意为着上帝，为着人伫遐来服侍，这是初步真初步。咱看到摩西咧带领以色列百姓的过程中间，上帝当然赏赐互伊有能力，互伊有魄力。
互伊会当大声的时阵大声，细声的时阵细声，温柔的时阵温柔，强悍的时阵强悍。总是伫迄个过程中间，伊经过真侪的锻炼，真侪的训练，伫咧埃及地的所在，伫咧即个王宫的所在，伫咧迄个过程的所在，上帝塑造伊一个真水果好的环境，就敢若亲像咱南华教会共款。上帝塑造咱南华教会有真侪咱讲多元，真侪的即个准备咧训练的即个即个课程。咱有查经即个查经会，咱有查经主日的查经，即摆教会，咱来看吼，我安尼问我的同学也好，即个我了解咱的台北中会，我用台北中会做咧，真侪教会已经无有咱像安尼礼拜日有查经班的课程啊。总是有拄时啊，咱就敢若亲像以色列百姓共款，查经班敢若查经班的。咱来看主会的人数，这无输得真重要，真重视，就爱安尼查经班。当然，咱查经，有时兄弟姊妹咱做阵来查课，咱即马欢喜礼拜，兄弟姊妹已经伫查经班的课程，因伫遐咧上课，因伫遐咧追求啊。咱第二礼拜兄弟姊妹是等一个结束了后，第二个查经班伫遐咱来追求。愿主来帮助咱。摩西服侍的迄个精神，就是为从初伊开始伫咧王宫的内面接受遮个训练，伊开始上帝呼召伊的时阵，伊开始真用心准备咧带领以色列百姓，因为因知影时间到啊。亲爱兄弟姊妹，咱的时间是毋是已经到？即边的大岛的推我手中无伫后面吼。咱教皇长老各月拢写一篇大岛的批示，代表咱的小会、教会伫遐，甲兄弟姊妹问安，咱好好详细逐个月一篇，咱看，咱伫遐思考，咱伫遐来反省，以咱的历史，咱讲咱是南华教会是南口的所在，可能是从头前所设立的教会。咱应该有长子的风范，是毋是？长子的风范，长子的风范，意思就是啥？意思是，牧师经期待咱每一位兄弟姊妹，莫去食肉啊！咱莫去食肉啊！咱开始爱搁较深入进入迄个准备要服侍的过程，服侍众人，服侍咱的社区。咱看到咱的社区真弱势，所以咱每一年今旧年开始就有咱有做侪遮个对立社区服侍，特别是遮弱势的团体的单位。即摆兄弟姊妹，这就是牧师嘛真期待咱会当真正迄个服侍的态度来养成。所以真毋茫咱的干事，也是讲咱的中心，也是牧师咧邀请咱兄弟姊妹的时阵，咱毋通提示。好毋好？咱毋通提示，当然咱无得较会惊吓，无得较咱后礼拜的聚会人数变少，惊着啦。牧师要叫我服侍服务啊，我爱来南口教会。亲爱兄弟姊妹，咱莫有即款的态度，因为安尼无得较有一日咱要入去天堂的门的时阵，咱的主要所到真正毋捌咱。透过伫教会内面生活来影响社会，咱的教会的生活，我相信真丰富、真多元，有侪提供咱拄则讲的查经班以外，咱阁有协会咧办侪的活动。咱10月份16号咱就请一个真阳新牧师来咱的中间做分享的见证，等一个有一个小小的短片，1分钟，互咱看一下，这是伊的教会体验列名。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咱看到。掠着迄个机会，当然摩西毋若是掠着迄个机会，伊是啥？伊是上帝呼召伊了后，伊清楚知影。当然，伊有几摆的提示，但是每一遍的提示，伊就每一遍进步。当然，牧师真期待，咱嘛会当有丢度的时阵，但是咱爱藏伫咧基督内面，真重要。这是摩西的侍奉的态度。愿主来帮助咱。第二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是摩西的确信，摩西的确信。对啥物确信？对上帝的确信。
毋是啊，毋知我的上帝是毋是会安尼来做，是毋是会帮助我，是毋是会安怎，是毋是会安怎？迄无确定，无确定。但是咱会当看到摩西会确实，一个姊妹伊缀伊的即个船长的丈夫做船长的丈夫去船上度假，伊的丈夫就开船带伊出去国家。我突然经过风雨，船开始咧掀风雨差不多要将因的船甲拍倒哇！迄个姊妹大声伫遐咧叫，讲哎哟，救人哦，太安尼，先生安慰我，毋免惊，即种风影我经历太济啦，毋免惊。第二摆风影搁较大过来，哇！先生，即个姊妹先生，人咧按。较紧诶啦，船要变去啦，先生怎忽然摕一支刀出来，甲伊太太指诶，甲动讲你会惊我无？即摆你会惊无？太太竟然讲我袂惊啦。先生讲为虾米你袂惊？太太讲因为你是我诶先生啊，我相信你袂甲我杀。因为我知影你爱我，你疼我。先生讲这就对啊。伊讲这就对啊，太太，我亲爱太太，这就对啊。你知影刀伫我的手内面，毋是伫歹人的手内面，所以你袂惊，因为你知影我爱你。但是你却袂记你风影是疼咱的主的手内面啊。这太太突然听到这个，虽然犹原有风影，但是安怎？伊开始反省。亲爱的兄弟姊妹，这是信仰真好的反省，因为。后来，当然因后来咱知影讲，这一切拢是上帝所立意，上帝所掌管的，咱惊啥物咧？当摩西带了以色列百姓来到红海的时阵，头前是红海，后面佫有竹冰、水冰，因面对着这个百姓，开始佫安怎？对着这个情形开始慌乱啦。亲爱的弟兄们，咱的教会，我相信以前咱的历史。嘛捌有即款所谓慌乱的时期啊，比如讲对你信仰会袂清楚，是真侪的质问，甚至是看袂落去啊，怎啊离开啊，嘛拢有。伫咱迄个过程中间，亲爱兄弟姊妹，咱就敢若亲像敢若亲像即个百姓共款，开始咧埋怨，开始咧冤家，所以换一般人。伫迄个情形下面，情况下面已经是咱讲，毋知影要安怎六神无主，毋知影要安怎。亲爱的弟兄们，感谢上帝，好来，互你加在，即个时阵摩西伊确实，上帝是掌管一切，上帝掌管一切。13节顶关是安尼记载，摩西对百姓讲，毋通惊吓，咱徛在，咱看耶和华今仔日所要对咱。实行的拯救恩，咱看耶和华上帝安怎救咱。所以无得看摩西犹原伊安怎心内面小可胆嘛无得确，这我毋知影。但是安怎？但是伊我靠上帝，伊相信上帝，伊安怎将上帝所交托伊迄个关遐安怎拍落去，水开啊！当然，我细汉的时阵听这个故事嘛，感觉真感动，嘛真感觉真神奇。当然嘛有犹豫过，拍袂无开了咯，毋着游泳啊。总是亲爱兄弟姊妹，咱知影是极大的信心嘛。亲爱兄弟姊妹，上帝互咱真做种子的名分伫南口的所在，咱要有迄款极大的信心。虽然咱看起来敢若亲像弱鸡共款，是毋是？因为咱一问三不知啊，好，因为咱敢若来参与伫自费自执，因为咱敢若会当遐享受尔，咱却无法度伫遐来付出。咱定定来办所有的遮任何的活动，咱毋是招待人员，咱是啥？咱是来听，咱是来看。外口的人入来，咱甲看一下，点一个头，讲几句话，就结束啊。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咱今仔日所拄着的状态。起来吧，亲爱的姊妹，就敢若亲像摩西同款，伊当上帝互伊拍落去红海分开了后，这个以色列百姓因对伫埋怨的过程中间，哪咧埋怨？哪回头看，
看到上帝超自然迄个心情伫因的心中，我相信因咧经过，有人一定是流目屎，有人伊是直直喘，因为安怎？这真清楚，因为对上帝迄个关系是建立伫个摩西，互红海分开的头前，因安怎样咧生活，甲上帝迄个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准备好啊？牧师定定伫今仔日讲你准备好啊？真期待后礼拜每一位兄弟姊妹，咱拢会当过来伫遮来聚会。而且，咱看到上帝伫咱的教会，安怎恩待咱的教会，互每一位兄弟姊妹愈来愈勇壮，愈来愈坚强，愈来愈安怎会当学习即个摩西的确实。你相信上帝带领因要对埃及的所在去到一个更较水的所在，上帝所应允的所在，咱已经进入迄个上帝所应允的所在，也就是拿口的所在。咱看咱的见识渐渐咧硬，迄个部分渐渐咧调整咧改变，目的是啥？目的是真期待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拢已经准备好啊未？迄个准备好啊，就是哪准备哪学哪吸收有啊，哪个准备哪个学哪吸收哪宣告传福音的即个过程中间，若是安尼，咱看到搁较需要的所在，若是安尼最后的理想是，咱会当帮咱搁较弱小的所在，伫遐要安怎样开拓即个福音的中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步一步一步，咱在做宣告的过程中，传福音的过程中，咱真重要。而且咱看到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在过红海受到上帝的托付，伫迄个过程中间，当然上帝无离开这以色列百姓，无离开摩西。我较重要的就是，这段的经文整个出埃及记，就是要互咱看到上帝一直陪伴、鼓励。敬兄弟姊妹，敬以色列百姓，总是这以色列百姓，伊是真尔冷静，真尔软弱，拢爱派出上帝爱派出因每一个时代无共款的先知、士师，也是带领的，遮个上帝的工人出来，较是有影。愿主来帮助咱兄弟姊妹，伫即个过程中间，摩西确实，遮个百姓是属于上帝。所以今仔日因所出埃及，嘛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伊相信上帝绝对袂互伊的百姓，就因为安尼来消灭就无去啊。所以摩西有一块的确信，所以伊伫遮个过程中间，伊本身嘛得到安慰。牧师嘛要勉励咱的服侍的同工。牧师嘛知影有时咱伫服侍的即个过程安静落来的时阵，定定在提哭，定定在感觉无助，定定感觉无气力。伫服侍的过程中间，牧师嘛知影，做咧服侍的同工真忝。为虾米百几位的兄弟姊妹，也是讲咱150位咧聚会组织的所在兄弟姊妹，较10个、20个兄弟姊妹伫遐咧服侍，而且伫遐咧带小组，伫遐带团契，伫遐做教会大小小的代志，搁互人嫌较流汗。伊迄个过程中间，无得较因私底下拢常常伫遐咧流目屎，常常强咧爬落去啊，撑不下去。总是透过今仔日条经文，咱就看到摩西安怎用上帝继续帮助伊，互有即款的信心起来。迄个回应是啥？而且伊看到摩西，看到遮个百姓伫遐吵吵闹闹，早知道就原来在我们埃及的地方就好了，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因为咱定定拢安尼就好啊，真正安尼就好啊，就好啊，就无啊。毋知咱10年了后会哪到教会，20年了后会哪到教会，30年、40年了后会哪到教会会安怎样？咱看到一代一代的遮个青少年咧大汉，拄则我问几位青少年，伊讲我明仔载18岁啊，真紧啊！我明仔载20岁，我明仔载咱的教会咧大汉，咧遮个少年人一直咧大汉。有个人已经在考了外口的遮个
南部、中南部的大学，咱要安怎样坚固因遮的信仰？因有法度去到中南部的时阵，会晓家己搁去找教会咧。亲爱的兄弟姊妹，这毋是干咱中职，毋嘛是干咱每一组教育组啥物逐组吼，会责任那尔。亲爱的兄弟姊妹，搁较重要的是，当摩西看到遮一些百姓的需要，伊为着因祈祷以外，伊搁较重要的是啥？勇敢站起来，接受迄个呼召。亲爱的兄弟姊妹，你的家庭嘛是共款，你爱勇敢站起来，接受迄个呼召，因为上帝呼召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即个家长吼，家庭，你就是即个家庭上帝所要呼召。无论你是先生，无论你是太太，无论你是爸爸，无论你是妈妈，无论你是阿公，无论你是阿嬷，拢是共款。咱爱安怎？咱爱负责对你家庭好好，信仰好好在。无得甲内面阁有未信主你的家庭的遮个兄弟姊妹，都甲亲像以色列百姓共款，因内面犹原可能嘛有半信神，信一半，信上帝信一半。因为因久长400年以来，久长伫咧遮个埃及地伫遐咧生活，迄个信仰偏差去，愿主来帮助。最后，搁较重要第3点，要甲兄弟姊妹做阵分享的，就是向上帝来祈求。摩西迄个时阵面对着所有做错的问题，咱拄则讲过埃及的对兵、百姓的埋怨、冤家、困难、危险。感谢上帝，摩西犹原将遮个带到上帝面前，毋是家己咧想办法，伫咧遐咧绞尽脑汁咧想法，毋是伊向上帝伫遐来恳求。所以，这个是上帝所赏赐摩西的智慧。伊知影伊本身无算啥物，伊嘛无法度解决这一切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这个问题真正带到上帝面头前，互上帝亲自伫遐来做主。囝着我担当大个会当通好，空来我遮，我会当互因得到啥物安息？马来福音11章28节。摩西即款开始伫遐过程来学习交托，迄个交托毋是推卸责任，是安怎？是一种谦卑尊主最大的信仰。亲爱的兄弟姊妹，咱服侍到一个程度开始，这是我服侍的范围，我有即个专业，我有即个看见，然后其他的入来的，拢无要接纳，这是人的软弱啊。咱爱知影，只有上帝掌管一切，才会当显出上帝的奇妙。所以，上帝奇妙的时刻出现啊，百姓得到救啊。还佫有一个真要紧的真理，当咱看到法老王的军队，看到地嘛大，因继续伫遐安怎来对半，对半遮以色列百姓，但是却互海所淹灭。迄个意思是，伊嘛知影讲，这是因的上帝甲因开路的，咱一定经过嘛无问题。我行就是啊，意思就是，毋是因为别人的信仰就会当，咱去甲军队就得救，毋是亲爱的兄弟姊妹，人得救就是咱甲上帝有真实密切的关系，毋是敢若遗传落来安尼。毋是干借着别人的信仰，伫遐伊一帆风顺，我来该学，我来该看，但是却袂记你啥，迄是上帝所赏赐互伊的，咱爱仰望上帝。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求主帮助咱，会当建立更较细正的信仰观念，更较细正的服侍的精神甲态度，愿主赐福帮助咱。向上帝来祈求，所以今仔日牧师阁学习摩西伊侍奉的精神，看无家己完全委身伫上帝内面。摩西确信上帝带领伊头前的道路，以色列百姓的道路。伫困难的时阵，伊向上帝来祈祷。愿主来帮助咱，爱有祈祷的时间。读圣经的时间，参加聚会的时间，将这个时间拢总奉献出来，摆在上帝面前，愿主赐福。
包括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咱搁3个月了后，就要进入2023年。这个疫情看起来，咱要经过第4年，第4年。感谢上帝，伫疫情的过程中间，真毋茫嘛期待咱的信仰搁较勇壮。虽然环境各方面拢真困难，物资物价拢在起，但是求上帝怜悯咱，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做阵继续学习。3个月了后，咱的教会阁有新的训练会的课程，嘛有邀请兄弟姊妹做伙来参与伫教会所有的活动。咱受邀请兄弟姊妹，互出真期待，咱莫提示，咱学习做阵来仰望上帝。我主当然继续向上帝来祈求，帮助咱的教会愈来愈进步。上帝会听甲咱三个字的，请咱三个按头来祈祷。阮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阮透过今仔日摩西过红海的故事，嘛，搁一遍启示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搁较勇敢壮大，而且来我靠主，阮相信一切会使上帝带领阮，而且要伫那靠的所在来得到鱼，就敢若得到人得到鱼共款。主啊，阮感谢主。你互阮会当有即个信心，我靠主时常查考上帝的话，思想上帝的话，阮实践上帝的话，来见证上帝你的听伫阮的中间。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时，咱来回应上帝的话。做伙唱圣诗483首，拄着4年在下，为你真艰苦，请起立，先选手。
过的时间。刚刚书房的部分，下礼拜的书会是由进行娱乐，诗情是林志玲同学，交代个书呢是书会跟是卢云林甲楚如意两位姊妹，宴会是和心仪姊妹，会前的领袖是吴思牛，宴诗是姓歌队，音控是育英干事，查经是李之莹技术，主会人数较方便，请咱大家来看。本会消息的部分就是讲第一项就是讲，若是咱有听这遇到若是有疫情隔离的有需要啥物处理的代志，若是有需要，会当来教会讲，教会来帮助第二项，伫礼拜后12点半，教育组要伫1楼的秘书特别教室，就是咱的会议室要来调开来座谈会，请咱各团的会长甲小组长20700来参加。第三项1点半要调开咱定期的检测会，请咱相关的同工准备心来参加。第四项就是10月16是咱的圣餐的联合礼拜甲主日部的这个升旗礼拜。若是听这有要洗礼，会当牧师甲干事来报名，然后呢，就是讲因为报名后要来安排这个基要真理的课程。那这摆跟信类有陈以诺，然后信仰告白部有杨玉珠，一讲议会后有全教会大扫除。所以咱听这会当来做伙来做伙来侍奉来领扫。伫迄天伫会后即个咱协会拄啊第7项有写有举办即个名人讲座所以曾阳晴博士，他在博士会放这个音乐就有名啊这个电视有其中演出来专家学者，所以大家会当来，迄天应该有讲。就是讲，若是领扫，咱有准备咧简餐，所以大家就当留落来迄天就是联合礼拜，16号是联合的圣餐礼拜，就是讲有这个，咱怎样有这个联合礼拜有升旗礼拜，有洗礼，都有这个，然后接下来的大扫除，那用有这个简餐，回后就这个名人讲座，所以大家当留落来，来参加。第5项就是本会所设的这个讲会甲幼儿园有举办这秋心妈妈成长班已经开始每礼拜5的上午9点到12点拢总有12堂课咱邀请特别是妈妈会当继续用10几位即摆用10几位所以咱会当继续来邀请咱的可能咱厝边，还是讲咱有这个亲戚朋友是妈妈。会当做伙来上这个课第6项就是11中会青年部伫咱10月22日上午拜六上午10点，咱教会举办青年复兴的例会咱会当邀请咱厝的各种以上的这个青少年来参加。第7项拄有讲就是曾阳晴博士的他等主会来补充第8项就是咱葡萄树也是。橄榄树挂在季3个小组联合举办的这个理财讲座伫10月23日拜日下晡2点主题是基督徒的这理财观讲师汤华庭老师。那报名的部分我想若是你唔知要安怎来做连结报名会当甲咱这个干事会也是讲甲咱这个3个做这个同工组长来报名来甲你帮助，因为咱即马开放外面的人来报名，已经外面的人来报名，所以咱是当伫遐沟通起回来关怀大道的部分咱特别为着丁清长老来大道伊即摆开始是做这个化疗的治疗第2项就是讲，咱继续为着咱提出的调用的这个名字都有自念的这个名字来继续来大道咱即摆若是咱厝的人，还是讲咱有需要来大道大家会当若是有需要，会当来甲干事还是讲用书讲咱会当来记在顶头，大家来纪念来大道所以这样大家
会当主动来提出吼。其他后续报告的部分，咱家己来看，若是有啥问题吼，会后会当来做这个定制。书多久？感谢对了吼，相对报告我都无讲重复吼。更较重要就是咱即个16号咱先来看即个曾阳晴即个兄弟吼，牧师伫遮伊的1分钟的短短的分享吼，这是因的教会啦，因的教会。我想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希望有一个幸福的、快乐的生活，而幸福的家庭却非常的重要。我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爸爸有外遇，妈妈常常为这个事情吵架，所以在我内心深处，我一直认为幸福的生活是不可能。但是后来我还是结婚了，果然我跟我太太的婚姻关系非常非常的糟糕。到了快要离婚的时候，我们相信耶稣，我们进入了教会。没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不断的吵架，但是我在心里面默默的祷告，上帝你一定要帮助我。于是我开始用圣经里面的教导，被圣灵浇灌的爱，被耶稣的爱感动，耶稣的宝血涂抹遮盖，让我可以重新开始跟我的太太重新开始我们的家庭生活。而且后来我本来不敢生小孩的，后来我们也有一个小孩，感谢赞美上帝啊！我想，如果你愿意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我相信上帝可以帮助你完成这样子的梦想。你知道吗？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真的是人生最大的祝福。欢迎你来到我的教会。这是曾阳晴牧师啦吼，伊伫因的教会做这1分钟的变情甲分享，伊是对婚姻的这个角度咧看。咱16号迄天，伊要对搁较看吼，伊这婚姻当然伊会讲到搁较看就是咱看到即马的问题灾难这个天灾人祸战争瘟疫伊要对另外即个角度来甲咱分享要安怎样我靠主经历遮个伊所经历过所以真好的一个见证甲分享。兄弟姊妹，咱做人来，毋嘛敢若享受带人来带人来好，这是一点。过来就是即个最后的迄个第一点有啊有，迄个 PPT 有，我有 PPT， 理财 PPT 你也放出来。右上的地方。咱都是即个潘华庭老师吼，其实伊嘛真有名跟潘华庭老师伊要针对咱在做理财的过程，特别是伊要用咱的信用咱的信用，伫遐甲兄弟姊妹来分享，遮个以色列百姓因安怎样，遮犹太人因安怎样伫理财的观念各方面透过信用。伫遮个过程中间会做真好的分享。兄弟姊妹咱若袂晓用网络报名，咱就是甲拄则所讲的干事还是牧师拢会使，拢会使。已经顶礼拜已经有几位外口的，毋是咱教会兄弟姊妹敲电话来问啊。所以即个老师应该是真会当帮助咱对于即个方面，对于即个方面。以上安尼来报告，另外即个青年部的部分，后礼拜该好报告就会使。这是青年部的活动，也是本来跟教会差不多，咱北中有青年的教会的这个教会拢会来咱的教会，所以应该会超过100位的这青少年来到咱的教会。因好不容易讲来去拿口好无安尼。我当然一口就答应啦，因为这是真难得，咱的中会内面其实有真侪教会无有青年啦，真互咱烦恼的一件事。感谢上帝，咱也搁有，所以牧师嘛真着急，要安怎样，咱是毋是爱搁聘请一个青年牧师来辅导，也是要安怎样来辅导遮个咱的青年这咱嘛爱向伫祈祷内面求主帮助，咱厝内嘛有青年嘛，爱鼓励因来教会来参与侪无共款遮个聚会，所以即边。这个咱的青年部牧师嘛是部员啦，这个青年部的部长的名甲我共款叫做陈恩但是伊姓李啦
啊，伫咧病人教会咧服侍，因病人教会无有大人聚会，拢囡仔青少年咧聚会，十几个一间教会十几个青少年咧聚会，哦，因是新店教会开拓过去的报道所，啊，所以即个李牧师我就伫咧遐教遮个囡仔，啊，所以今年做青年部的部长，哦，啊，伊讲啊，无就来咱我是青年部的部员做阵，啊，邀请规青年部内面所有的遮教会。哦啊，来咱的教会举办即个青年奋兴的特会哦，哦，所以兄弟姊妹厝内面也是讲，咱有兴趣嘛会当来看，哦，来观摩来看即个青年因即个时代，哦，因安怎样礼拜敬拜，安怎样嘛有祈祷会哦，安怎样有祈祷，哦，安怎样透过活动来认捌咱的上帝，哦，主耶稣，所以这边的主题题目叫做朋友，哦，什么是最好的朋友？哦，所以这个互咱搁了解一下，好，以上好。好，即摆咱来看金句吧。出埃及记14章18节，咱做伙来念。我倒伊的车，伊的兵，伊着天光的时，埃及人就知我是耶和华，我天父。我伫倒甲伊的车，伊的兵，伊着天光的时，埃及人就知我是耶和华。这是咱来唱上言516首，这是礼拜中列出，请起立，吟全天地上帝听下，圣神的相通，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弟姊妹，我需要用1分钟的时间吼，拄才袂去报告。我手中摕的是一个圣经的即个用读的，咱厝内面若有年长的兄弟姊妹吼，伊可能是无法度看字，也是讲无法度照即个咱干事啦吼，干事有即个邀请兄弟姊妹若有需要若有需要会当甲干事登记，即功能就真简单。规本圣经用台语，这是台语版的，佫有华语版，台语版爱用听，咱会当适合咱的长辈，用听的，用听，这个圣经，圣经真好，佫有迄个大卫高僧的，佫有大卫高僧，咱即摆拢定咧看大卫高僧用念的，咱嘛会当听，有即款的功能，好，而且佫谢谢。没有，想要看一下。